生粉洗手，爽膚去油，好滑溜。哇！炸子雞，等我斬咗佢嚟食先。隻手油立立，洗手先。啊，冇晒鹼液啊，點算呢？啊，聽人講有啲方法唔使用鹼液都可以去油噶，等我試下先。測試1：生粉，將生粉捽匀對手。原來生粉可以將油分子黐埋一齊，之後過水洗乾淨，就可以將油份一齊去除噶啦。抹乾手之後，再用面油紙印一印，咦，真係冇乜油漬喎。測試2：檸檬，檸檬去腥就了得啦，去油又唔知得唔得呢？擠多啲汁，試下捽匀對手先。抹乾手之後，再用吸油紙印一印，比之前嘅真係少咗好多油漬喎。測試3：茶包，平時食完蝦蟹會用茶洗手，試下將沖完茶嘅茶包用嚟洗手，會唔會去到油漬呢？抹完手之後再用吸油紙吸一吸，仍然有好多油漬啊！3個去油方法我都試過，而我覺得咧最有效咧就應該係生粉啦，因為吸油紙嘅份量咧係最少嘅，同埋感覺咧用完之後咧就好乾爽喎。咦，我塊面咁多油，唔知可唔可以攞嚟敷面呢？